众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基本嘅佛系類嘅節目。今日大家咧講乜嘅咧？話當有意思又當有意義哦。大家有發現冇啊？哇，你日落日太哦，我下買嘅東西日落日倒，有意思發現講哇，我下嘅東西有冇倒倒？唔啲會丟體。就係流年啊，我還有變到動下安樣嘅，所以今日咧繞場嘅兩個來賓吼，記得會用因咧用安樣嘅東西，記得咧做乜嘅事情，記得又係一個藝術家，到底係乜嘅意思咧？家家咧分享印尼嘅來賓，佢係馬莎咧，一開始咧繞場嘅是印尼嘅熊爸分享。嗨，大家好，我是熊爸熊國興，很開心來到這邊。耶，歡迎熊爸分享你。聽到嘅繞場嘅馬莎，又熊爸是不是又熊媽？今日繞場印尼嘅熊媽。大家好，我是熊媽周明芳，很開心今天來到這裡，謝謝。耶，我的第一個問題想問的事情就是，你們平常都這麼笑容可掬嗎？絕對是。所以你們內心有真的很開心吼？很開心，因為我覺得很開心的人才有辦法隨時隨地都這麼的笑容可掬。是。錯嗎？吼，我今天只是動感謝動歡喜兩改做咧都節目地圖哈。先讓台高來講一下，這兩個特別來賓是住在龍潭。對，然後龍潭又動都改哈嘎寧，對不對？然後你們算是住在一個有很多客家人的地方，雖然說不是客家人，可是但是有些地慢慢還是略略的聽得懂一些，對不對？在龍潭有一個像鐘老的一個展區，熊爸也有過去那邊看過，對不對？很喜歡鐘老。哇哦，不止你喜歡，我們大家都好愛他。不過今日繞場頭兩個來賓來到這邊呢，有動場嘅過年到大家的分享，我們有好重要的資訊要跟大家分享哈。我們先講一下，你知道熊爸創意再生休息站，休就是修理長洞隙，息珍惜靜下。你知道長洞隙又會靜下嘅提縫是什麼地方呢？你要不要簡單跟我們講一下，你們現在在做的事情是什麼事情？你要先講嗎？都可以，這叫 lady first， 是女士優先，是不是？來，熊媽說，我們現在做的事情就是，應該是說，我們希望讓很多東西可以減廢，減少廢棄物的概念。對，所以我們現在有在做共享這一塊。那所謂共享是指免費共享。哦，對，是。具體來說是什麼？可不可以舉個具體例子？應該是說，我們小到一支鉛筆，大到醫療輔具都有。好，所以我可以說，熊媽，我家有不要用的鉛筆100支。是。然後你會怎麼樣？我們會先去給公教單位，假如說有數量的話，我們會先去徵詢公單位。我的意思是說，所以我可以跟你們講，是說我有一個100支不要的鉛筆，然後你們就會說啊，那個鉛筆你們就可以把我的100支鉛筆收走，然後你們可以讓它就是好寬薄、很環保，我們不浪費，因為我們要珍惜東西，所以有可能會誰需要使用。然後剛剛熊媽有說過，這是一個免費的共享，是這個意思嗎？好，這個就是一個鉛筆的例子，大到醫療器材是嗎？對，像輔具類啊，電動醫療床，或者是像輪椅，或者是助行器之類的，對。因為有些東西其實我們不用移到習物站，我們用把這些物品的話，照片跟形式跟年份，把它公開到各大網站，讓它用最快的方式公布，然後讓大家知道，然後需要的人就可以到原單位的時候去拿取。所以我們用很多的方式去經營我們這個習物站。對，所以它其實嚴格講就是二手，但是目的就是大家有發現嗎？我們家裡有時候會囤積好多東西，我們可能捨不得丟，對，然後它又因為它捨不得丟，是因為它很完整，它很好，然後你說丟到路邊也不是，回收也不知道去哪裡回收，然後又覺得怎麼辦？然後家裡就越來越亂，越來越窄，所以其實對你們來說，你們做的事情很多，不過其中一件事情就像這樣，就是你們家有什麼樣的東西，我可以去整廢，整理你們家可能會變成廢棄的東西。是。哇 ，OK， 他剛剛了解哈，所以記得係熊爸、熊媽，記得做的事情是嘿，哇，這個叫創意再生休息站，這是第一個概念，對不對？你講的動體別改東西，我們這個等一下可以好好來延伸哦。不過動體別東西，你走田中走，你看到動豆改藝術品，這都他們帶來的啊。你們不是整廢休息站嗎？又有這麼多藝術品，其實這些東西也是一個其實也是一個圓孩子的夢。OK， 因為我們最原始的開始就是小小兵。這一支是嗎？哇哦，這是你的第一個作品。對，因為有它才有我的
后续的作品出来。但是这个作品是废材使用，是因为我刚才为什么会特别问说，这跟填充感泥水瓶有什么关系？其实有关系的，因为这都是一个废材使用，所以你变成一个创作者，变成一个艺术家，但同时做了越来越多年之后，整合变成一个休息站的概念。好，那所以这个小兵大家都说很像，是吗？其实我们蛮会临摹的。因为有些东西就觉得它因为很多的物品它其实就是多元的，可是我们会觉得说把它凑在一起，让它能够符合它原本的形象，其实不是，可是我们可以做到很是。是，那女儿喜欢吗？女儿非常喜欢，真的，现在还喜欢吗？因为她叫做长大了吧？长大了，可是她还觉得说这是爸爸做给她第一只玩具。哇，很棒，很感人，动感同音呢。所以这个小兵每一个原件都是你找来的废材，然后做成的。因为我觉得说我们其实知道废材在哪里，就是资源回收厂，它可以提供大量的素材，然后多元。所以这些素材其实都是从回收厂里面花一点点费用去购买的。对，所以其实不只是我们现场有非常多的作品哈，其实你们也有一些海洋主题的一些创作的废品，对不对？当时怎么会有一个这样的创作？因为我们觉得说我们很关心海洋的生态，然后很多的生物，其实有些的做法会有很多元。其实我们觉得说，我们就是一个议题出来的时候，我们就想去尝试能够符合那时候的心境。对，所以因为其实我现在有点忍不住，赶快介绍我身边的这个些作品，因为好像跟海洋都很有关系。是，所以其实台家有发现吗？更多里海里搞着的感受的一个，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艺术的创作。这是他们要发展创意，第二要花时间，第二就是你用的是废材，是，所以等于是一个废物利用。然后第三，我们透过这个艺术品，其实传递了我们对于一些环保的观念，或者是这个社会我们一起要来关心的一些事物，对吧？对，不觉得我好像把你们整合的蛮好的嘛？这个对，是，好像是这样嘛，臭嘛，对不对？那所以这个是一个海洋的一个作品，可是你要从废品，然后发展到这样的一个整个创作，要想着这过程你有没有什么特别印象深刻要特别分享的？我觉得说很多的作品跟创作的话，其实虽然它都是废材，可是我觉得我们还会有点去设计，让每一个人接受这个议题的时候，他可能有点要符合人体工学。好特别哦！这是我们一种设计的方式，就是说，假如我们设计的很不恰当，它不能出门，或者说没办法让大家把玩的话，其实把玩也是一种传递。对，让把这个议题能够把玩在手上，它的传递的效能就会很高。OK， 所以这些废品全部都来自于都是什么样的一个地方？其实我们发现一个很好的地方，就是资收厂它是多元的，它有历史跟现代的东西。其实你一进去，你可以一目了然哪些东西是适合它的啊。我觉得哇，这个讲得很抽象哈，我们就先来讲一下我旁边这个，对不对？这个作品你刚刚说把玩，对不对？我可以拿哈。太棒，它应该不会一拿就坏掉吧？绝对不会啦。好，哇，大家有看到吗？大家看到看一下去瞧嘛，它像什么？侧面看鱼类，它很像一条，它是鱼，对不对？是鲨鱼。如果灌起来，它是会动的。你看，对，你真的很厉害耶，熊爸。你真的很棒，谢谢。你看熊妈看你的眼神都有光，谢谢。所以它是一个鱼，所以它其实是可以这样玩。是。老实说，我觉得我其实刘长之前看到聊到洞悉的世界，真的你知道你还没进来，我问熊妈第一个问题，我说这多少钱？熊妈就说我们现在没有在卖这个。是。对，因为你看它多么的棒，然后这个是你要讲一下这个原料吗？因为我们很喜欢老东西，所以我们会很想从历史里面去让它结合跟天然。对，所以它的部件每一样东西都是很特别，而且是有历史。那你要讲一下吗？挑一个你很想分享的。可是我不想讲，可是我想你猜。我跟你讲，这有什么难的？这就是螺丝帽啊，不是这样吗？是啊，是。然后我觉得这个应该是类似，像是有时候我们铲子的那个头。对，我讲是对的吗？真的对的。哇，然后我跟你讲，这个我讲不出来是合理的，因为这一定有被你切割过。是，对，这感觉上是某个齿轮的一部分。对。然后我觉得对你来讲来起的最关键，可能是你找到一个主要元件，例如这个头。是，我找到它最主要的中心点。那这个是什么？就是大同电扇啊。什么的尾巴。
所以你还天伞盖尾巴，对哦，里面对塑胶壳那贴狗有地毒改东西，对对对，哦，外面的外壳，外壳对，可是外壳是这个材质吗？因为它应该古老的，对，它是最老的。哇！但那电扇确定坏掉了吼？确定坏掉啊！不然我是很想要留那个电扇，是我怕你把好的电扇拆掉。绝对不会哦，没有，是不是？白天改电扇，所以哇，这个很好玩。所以大家上课呢，係講要不看有一隻天扇係白天的，做唔得用。你丟到如何咪係丟到如何？不過上班其實俾老囡仔來做，所以一直按用個藝術品，等於是再做、再創作的這個概念。所以其實背松感有意思。哇，這個就是其中一個可以把玩的，其實蠻厲害的。其實有點，我覺得這個玩起來哇，小心哈，可能會是兇器哦。所以大家功效。我覺得這個很有意思，一進來就覺得它是一個很好玩。其實現場有好多作品走這些少改哈，譬如說你看，都來免簽美玉章，這個是一個海龜吧？對，對哈，好，哎你熊爸，我跟你講，我猜得到它主元件是什麼？真的，這個對不對？對，它一定是一個類似軍人的頭盔。對。我現在已經知道熊爸內心在想什麼。真的，你看它，但是它看起來好好看，然後那邊有一隻螞蟻。對吧？螞蟻也是很特別的組成。我跟你講，我知道主元件在這。對，我知道答案。真的。牛羚。對，真的。太棒了。因為剛才熊媽要偷偷亂嚟講，所以佢要東偷改作品做啲少改，大家識聊下你馬扎，你等下就仲喺講。今天邀請嘅係熊爸啦、熊媽，來自龍潭。剛下廣告改時間就廣告時間，我就稍微哇聊了很多，因為還把玩了高一下去改了一個藝術品，所以發現它可以轉。真的是，我覺得說所有的作品都要活靈活現，讓大家能夠用到摸到。哦，所以熊媽，你有沒有覺得這是體現他自己會藝術創作的一個的成果跟價值？應該是說熊爸一直希望說，他創作出來的東西是屬於生活藝術，藝術也可以很生活，而不是只有單一的我們講的裝置藝術，擺設好看好玩，對，而且我剛才廣告改細節啦，熊爸就說你怎麼沒有拿這個玩呢？你也高粱，我就說為什麼一定要高粱？它不是一個你共聽聽嗎？他說你要搖。很好聽，你看這個是一個牛羚的聲音。對，台大熊看看哈，你現在要聽到這樣的聲音，你要去哪聽？太難。對，就以前在務農的時候，在農業社會，然後你有讀個航路改時間，你才有機會，對不對？好，太棒了，回到家就搖一搖這樣子。對，然後你看那個是竹節蟲，對不對？對，是。好棒哦，這個就是一個我不知道熊貓，我覺得你的藝術品很好看哎。你知道，而且好適合擺在電影的場景裡面哦。我自己覺得哈，你看哦，好，講睇熊爸嘅藝術品，其實簡單來講，這都是熊爸使用的一個廢材。對，所以剛才你在第一段嘅節目有講到，其實記得為是一個整廢。我想問一下，所以你們的廢材其實是到一個什麼地方收集的？其實我們會去到各大的資源回收廠去挖寶。我覺得太刺激了。是。然後你挖到的是一個，你先挖到不破壞它原始的主元件，是，然後再去想你要做什麼，對，而不是想要做什麼去找元件。對，我的方式比較特別一點點。所以而且你的目標是不破壞，因為我不知道我哪天會不會讓它再製，因為我發現更好的素材的時候，我能不能再做另外一個藝術品？可是破壞它能不能再重新來？不行，所以我是盡量不用破壞的方式，然後可以延續。它或許可以再去創作另外的生命啊。OK， 可以問一下，像這個要花多久時間來做？其實我們都是用一些閒餘的時間。其實你碎的時間，對，就是說，其實你的創作力豐富的時候，其實你能夠把主要的東西架構能夠馬上處理好，其實你就知道差不多了，就會比較快。對，好，那個公投聊的是藝術品，我們先介紹到這個一個小段落。我們講一下，回到就是其實你們是就像斜槓一樣，你們有在做整廢的工作，在推路啊，有種藝術品來推路。所以你們有提到就是說，你們現在如果說有拿到就是人家就是所謂的廢材，然後你們可以 PO 上網，然後大家可以來拿，這個是
免费的吗？基本上，从104年到去年前，我们其实基本上都是免费，因为我们会觉得说，其实免费它可以创造每一个物品的生命延续力更强大。可是慢慢经营久的时候，就会发现一些问题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慢慢在修正一些方向，因为觉得说好像免费就会造就一些变成说需要跟不需要全部混在一起，需要的人拿不到，你不需要的人拼命拿的时候，其实我们变成很难管制。所以我们从今年开始的话，就变成说我们用另外一种方式，就是说比较生活的用品，我们就用1包卫生纸来换。其实1包卫生纸看起来很没有什么价值，可是这就会让人家去省思，我到底需要不需要？其实这种方式的话，我觉得也很好。其实已经差不多一半的人会不见了，天天见面的人就会不见了。所以我觉得说，其实我们要做很多的事情的时候，其实可能都要构思一下方向对不对，方式对不对？我们又不能用很强制的方式去改变，那我们就用暖性的方式让他去思考。那其实他意思是黑工，因为这是人性。你知道人的性格跟去吃到饱一样。是。其实你拼东西一直要偏动，一直拉饱嘞，可是你进去吃到饱就觉得没吃好可惜哦。是。你就多吃几盘。是。所以其实如果这个东西是面粉改，50千改，台价是为熊工。反正不用钱，这个熊猫这个给我，熊猫这个给我，就那种感觉。可是它如果是一个需要一点点钱，那个钱也不一定是真正的金钱。是，那大家就会说，我需要吗？因为我要这个东西，我必须拿一个东西来换。是，对。虽然说刚才熊爸有讲到一报比胜姐妹黑，可是其实它是促进你，不给你思考，让你去想，这是不是真的我需要？因为你们的起心动念已经是在处理废弃的东西，不要这个东西到了你家变成另外一个废弃。是，没错。对哈，所以其实这是一包卫生纸的故事。除了我其实很想了解大家会拿什么来换。其实，或是换什么东西，我很好奇耶。其实现在慢慢你的路开的时候，其实大家都会思考，先去查价钱。所以我们现在把比较经济价值较高的话，其实我们就转换成故事。这么特别，安迪片。其实我们有跟民众沟通，是不是说，其实故事它是一个很柔性、很柔软的东西。不管你富有或是不富有，其实我们只是参与你的人生的当下的困难。故事只是让大家看到的人有温度，有感动。千万不要去想象成说，好像被人家看到了我好或是不好。因为曾经有民众会反映说，我的故事太悲伤，会让人家看到会是不好的想法。可是就像熊爸一直觉得说，故事可以是很温馨的，正能量的东西可以让大家很去帮你鼓舞鼓励。那负能量的东西，大家也可以给予一个微不足道的一个赞啊，或者是一声问候说，还好吗？所以很多东西故事只是说让大家知道说，物品或许得来也不易，那让大家更珍惜这项物品，其实是大家熊爸一直倡导的你好我好他好大家都好的一个概念。对，所以故事一直觉得熊爸觉得说它是最没有杀伤力的，然后也是可以最温馨的。对所以其实也不是正能量负能量，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分享对不对？也许你的故事很悲伤，也许大家要知道，一张好必送给故事，你讲出了黑公，你可以让别人有共鸣，其实你就鼓励到他了。他会说原来这世界上有一个人跟我很像，是不是？所以意思就是说，我如果分享一个故事，我有可能也可以得到一个别人所谓的不一定使用到的，对他来说是某种东西，可是对我来说是有用的东西。哇，很棒哎！这就是一个换资源。对，听说不只是一个故事，好像比如还有一个农夫的故事，例如对不对？有吗？就是有一个妈妈，她想要一个电锅，然后她就跟我们分享她一个就是农夫的故事，在贴文上面让大家知道说，其实农夫也是粒粒皆辛苦，食物得之不易，对，就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样。我也想要一个电锅，还有吗？当然有。我等一下要上去讲一个故事，所以我就可以有换一个电锅回来。是，对，所以其实带讲这个就是你看动等营销大家也在
电锅的故事，哎，可是其实大家有没有想过？你看他是真的对那个电锅有需求，哎，对不对？可是我觉得我们都相信，我们更信任。对，我哪个意思是讲，其实你知道吗？这就是这个社会每一个角落不一样的故事。就他这个电锅对他来说，他延续使用。那这个东西就不被浪费，然后继续被使用，而且是被有需要的人使用。是哦，是不是除了这个农夫你讲到田伯改故事，还有一个像单亲妈妈，好像有一个蛮印象深刻改故事，从吗？对，他是来拿婴儿宝宝的安全座椅，对。然后他说，故事上是描写说她是一个单亲妈妈，然后她需要一个宝宝安全座椅，让宝宝坐起来也能够很舒适、很安全的。他带他出门也是可以，也是分享到了人家的爱，对，传承。我觉得安全座椅真的耶，因为我身边有一些通识，他们如果有像宝宝的安全座椅，是真的宝宝长大了，如果你没有送给朋友，他真的就是moron他不是，他还是一个很好用的东西，可他已经不需要了。是哇，所以你们那边的东西真的。就像熊妈讲小到铅笔，大到医疗废材，所以你刚举了田包哥到婴儿座椅这些东西都是 OK 都有，就想得到的东西都有。因为很多东西它就是使用的过程，它不一定要用很久，我们就把这个过程的东西跟大家共享。因为孩子大了可能就不需要，可是他又找不到人交接的时候，这个就需要我们的平台。就是把这些东西公开化，让大家的父母，因为父母很辛苦，然后这些东西可以延续，然后这些东西可以再利用。哇，其实你们做安永改实验其实都没简单啦，而且我等下还一家创业改狗仓，我觉得这是创业的过程。其实你们的故事也是一个创业的故事。从最简单的酿一下谁个东西，从艺术品开始，然后慢慢会觉得，我们是不是可以以物易物？我们可以怎么样交换？还没有又定签，又签改 label， 所以应该也是经历蛮多困难的吼。因为我们的机会就是因为别人不做，所以我们要去把握机会，为大家服务，跟自己能够走出不一样的路。很有成就感吼。有吗？蛮成就的，蛮开心的。熊爸的脸是很有成就感，熊妈的脸是一副辛酸血泪史。因为我看的这个流感应该免，然后我说到底心情感吼，熊爸就然后熊妈就就是我觉得就是创业的过程，这中间你们做的事情，让便宜 MOKIO 改时间，因为这有跟废材有关，跟交换有关，跟以物易物有关，老千本玉的关系，难免就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声音。应该是说不同时期就会遇到不一样的事情。MOKIO 的困难，对，那正能量，熊爸一直讲正能量就可以，就是赶快去面对它，去解决它。哈哈，是。好，不要想太多，其实很正能量。我觉得熊妈，我们遇到困难，正能量是错的。还有嘛，正能量的故事，然后大家来讲聊下，你等下再来讲。东方宇宙的绕墙的熊爸熊妈那个节目地读到大家的分享哇，我觉得现在这个观念真的很重要哈，因为你看从务农社会到工业到现在，其实地球被我们毁坏的很严重，然后我们会有一些很多物质上面的欲望哈，不断的卖东西，然后再想想很多东西很廉价，我的意思说像微时尚啊，所以只会有动的废弃物。一开始熊爸是做钣金的，对，但钣金的时代狗皮嘞，所以你现在是整个全部转型走量吗？对，我全部转型，我变成用很专心的做这件事情。24小时逆袭量，这种扣掉吃饭睡觉，就投入在这件事情上面。假如物需要我就是全力冲刺。是我们需要。对，因为我刚大前提就说哇，现在你看现在还有很多人有一些囤积症的问题，不过那是另外一个层次的问题。还有就是，你们现在这算是我们这样讲好了，就说是可以去整理或是回收一些
东西的。比如说，如果我家里有需要，你们是可以有这样的服务吗？我们有在做，就是整理整废这一块，收费是母鱼哈好吗？胜利好吗？生意好吗？我觉得我们是从无到有的时候，其实大家的接受度很低。可是我觉得，经过今年开始的努力，我觉得有慢慢变好，慢慢变成有收入了，所以我觉得很开心。怎么会？我觉得这个现在这很重要哎！你刚刚去买的东西，盘得贴，或是不知道怎么整理的时候，你就是要拜托别人来帮你断舍离呀。什么？应该是说我们一开始在没有物的情况之下，我们都是以免费帮人家整理，然后去换取物品回来。所以大家对于我们的既有印象，停留在那个免费的观念时代，所以我们现在只是在把它导正，需要收费。没有，大家有想看哈，你在家里坐着，你不看动没有东西，你来，对了，别让你的东西拿走。当然不是免费啊，人家来也是时间啊，什么？那你拿走没你不要的东西啊，对不对？他骑欧多拜没有优先，好不好？是不是骑摩托来说优先？没有啦，我觉得要，因为你看千余长去动力物行改起开，比如说遗物整理师、是人生清理员，对不对？因为起开的就是说。我觉得，如果说你有时候会有一些陈年的东西，你不知道怎么整理的时候，这时候就需要专业感应了。因为你自己整理，你就是挑剔，人家来，其实他那个东西还会有别的生命，它会继续被使用。我觉得这个灌两洞重扰哈，所以我觉得这个，我要来想一下，什么时候打电话给熊爸熊妈来做这个付费的这个整费的这个行为哈。所以听说你们有一个去人家家里，结果。大家请你们去，你们就去整理，看有什么的，就好多公仔、赌地赌黑猫，有一个这样的故事。有，其实这个故事有点让我们有点惊讶，因为这个故事就变成说，我们后来才知道说，那个物主已经不在了。对，所以然后我们又想说，这是这个因为可能才1-2天的时候，其实对我们会有点心理的冲击。我们就会决定，我们就会想说，我们有跟物主的亲戚讲说，能不能隔几天再去？可是物主说不行，你就是要那1-2天就要去，就要赶快处理，要不然这些东西可能就当废弃物了。冻豆吗？冻豆很多吗？很多。公仔蛮完整的，就是它有些是拆过跟没拆过的，但是蛮可以使用的，不是？就是算很独特的东西。哇。很多，难怪你们心里有冲突。因为怕他会有，因为毕竟是他听他的家人说他生前很喜欢的物品，所以我们怕说他是会有执念、执着。对，所以就请家属说，因为毕竟我们本来是希望他做完头七之后再来处理这些物品。他说，可是他们希望在这1-2天就处理掉，不然就是丢。回收清洁队，对，那很可惜。我们说，那可否请问一下，就是物品的主人愿不愿意让我们去做这一块？对，然后他也是听说他有直杯，然后第一杯是没有，就一个小杯，然后后来他跟他讲，我是找熊爸来帮你处理这批物品，他说就一下去就圣杯了，所以这是让我们在回收物品的里面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回忆吧，然后我们也相信，在回收物品之中，你也在回收一个家对于你物品的一个不一样的回忆，对，而且对物的尊重，我们要尊重物主，然后经过他同意，我们才会去做执行。也大概是在龙潭地区嘛，差不多中立龙岗那里，对，是 OK。好，那你们现在服务最远的地方有到哪里？其实我们现在就是服务我们先州区，因为毕竟我们的那个车，就是我们使用的车子可能没办法跑这么远，所以我们应该是以州区去服务。这些服务的讯息，大家要自行走得读网站，还是哪里找到吗？网站？就是像刚才熊妈讲的那些，我们每周一会在我们的粉丝专页或是其他社团会 po 我们的就是整理整废的一些影片啊过程。对，那我们现在自己也有成立一个粉专，叫大熊整理整废。
对，也希望受益民众大熊，对，大熊整理整备是，而不是熊爸。因为我们想说跳脱，因为有点分不清楚的时候，其实我们很难延续，所以想要去跳脱另外一个品牌。OK， 大熊是好的。好可爱，动等一下。好，所以这个其实都，我们只要打大熊整理整备，按用改关键词，关键字是走的轻懂一的。所以其实讲公司才不会啦，就是用你水平没有一些像一物的东西，但是现在也有走的付钱。走的很机型，要不哈挺精力，我觉得不是整理的概念而已哦，是那个东西整理起来，我可以做别的事情。哦，这个是延续你们原本的起心动念的那个概念。对，起心动念应该是当艺术家吧？什么？可是我觉得很多东西是可以兼顾的。是，没有，刚才那是开个小玩笑，意思就是说，你看这就是路。你走这条路的时候，其实维持熊爸公的正能量，很多东西会在旁边长出来，是超出你所求所想。哇，谢谢你们，西电圣龙上分众，很感性。我突然觉得好像越来越讲到感性的地方，要来一个福气卡拉 OK 问题。好，我们转换一下情绪哦，因为一半来宾来都聊天哦。我们问的问题的意思是让他们认识你们不同的面向，因为很少会有人家现在有时候我们来像历史教授啊，我们就讨论历史，那突然间问一些你想穿越到什么年代哦，认识他给某种该面向，所以我来问一下哈，如果说只能带一个工具去荒岛，熊爸会选什么？工具？工具。可是我只想带熊妈。谢谢熊妈，好啊，你值得了啦。对啊，好，不要录了，不要录了。好，3个米，我买好功嘞。是，我觉得你，好棒啊，熊妈。因为没有他就没有我。没有他也没有我。是，你们两个有点闪呢，糟糕哦。我觉得女生有时候也是受不了甜言蜜语的。是，刚那算甜言蜜语，真心的甜言蜜语。真好了，我看有没有类似还可以讲。哦，现在有点，我现在心跳蛮快的，手有点抖，我觉得好棒哦。来听一听，你最喜欢放松的方式是什么？去回收厂。哦，你看，那是你最放松，对吗？是，因为自在，而且最爱。而且那些钱我花得起。好感人哦！谁写的题目写那么好？什么？再来题上题，如果有魔法可以瞬间修好一样东西，你会选哪个东西？会选择什么东西？修好吗？对，这题目你要随便。我可以回答吗？可以。赶快把熊妈的脚修好。我都不好意思问，都只剩下2分钟吧。我们等一下再聊一下熊妈的脚。是。哦，好，拜托魔法，赶快把熊妈给我长红好吗？哇，讨厌。哇，好粉红哦！好，再来最后，熊爸最常对熊妈讲的一句，boy 最常对熊妈讲的一句话，我觉得一定是什么？我要讲哦。好，这样可能会很恶心。好紧张啊！我爱你。谢谢。我不相信，他真的最常对你讲这句话吗？这几年开始最常讲这句话，都是什么吃饭了吗？或是什么另尬闭吗？或是说要不要跟我去回收厂？不是，是我爱你。对。因为这招有用。好，你看心机重。最后30秒哦。如果想要跟熊妈去旅行，要去哪里？高雄，回妈妈家。谁的家？是她的。她妈妈家。好，今天这个福气卡拉 OK 100分。谢谢。值得了，熊妈今天来这值得了，带累。好，最后10秒，我要在这边感谢熊妈，感谢熊爸。然后我觉得如果这是一件用你来事情，不又动都来困难，没有关系，我们还是要带着正能量往前走，因为我们一定要成为这样的一个分子，好不好？是慕尼的有机会我们再来聊别的事情。好，谢谢。哇，所有感兴趣朋友，希望大家收获动到聊天，好了，做认同哟。要将大家來到福氣來呢個民宿勤宅，還有天日客家電視 YouTube 頻道，還有到2個影片勤宅分享出去俾大家哦。